6月23號喺香港銅鑼灣奧運大樓2樓嘅演講廳當中舉行咗一個簡單嘅新聞發佈會，而今次講述嘅就係2010藝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國際冰聯青少年巡迴賽即將喺香港上演啦。現場所見一班年青嘅香港乒乓球壇選手全部出席啊！呢班全部都係香港嘅未來之星。喺09年嘅賽事入面啊，香港站更加被選為最好一站添。而呢一項賽事喺嚟緊8月將會喺伊利沙伯體育館正式舉行。咁對於唔少嘅小將嚟講，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大賽嚟㗎。緊張嘅心情應該點樣面對呢？緊張就難免㗎，一定緊張。即係有第一屆，同埋香港又係得我一個女仔啦，希望可以發揮得最好咯，將自己練嘅嘢都打晒出嚟咁咯。不過，港隊教練陳江華就話啦，對呢一班小將嘅心理訓練其實已經非常之充分㗎啦。喺自己屋企門口打，亦都有一定壓力嘅。咁啊，點樣去即係令到佢哋平時練嘅技術咧，可以喺即係自己屋企門口咧發揮到。我哋亦都體院咧有呢個資源喺度，心理啊，即係運動心理嘅，亦都我哋一路有人跟進緊佢哋啦，都喺度進步緊嘅。希望我哋香港一班未來之星今年會有好表現啦！